咁點解我會做呢條片呢？大 S 離世嘅消息令到好多人好傷心，我都唔例外。作為一個純粹嘅觀眾，當時聽到呢一個消息，我都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慢慢咁釋懷。一直以嚟，我都有留意住大 S 同埋具俊曄嘅新聞。大 S 同具俊曄相隔咗20年之後重逢復合，嗰份嘅愛情真係令到人哋好感動。大家都以為佢哋會拖住手咁行到老，但估唔到幸福係可以咁短暫，3年都唔夠就已經要天人相隔。作為一個旁觀者嘅我，都已經覺得好心痛。咁佢身邊嘅至親面對咁突如其來嘅巨變，又要承受幾大嘅壓力呢？就係喺留意呢一段新聞嘅期間，我無意之間就發現咗喪偶係喺一個壓力評分表入面，竟然係100分，喺人生當中最沉重、最難承受嘅壓力事件之一。呢一個發現令到我覺得好好奇，原來我哋嘅壓力係可以計分嘅。好多時我哋會成日講話，哇，我好大壓力啊！但其實你有冇諗過，到底你講緊嘅係壓力，定係只係你當刻嘅情緒呢？壓力其實係一種對變化又或者係挑戰嘅反應，唔一定係壞事嚟嘅。而情緒呢，就係你對嗰件事嘅感受，例如唔開心、擔心、嬲，甚至乎係興奮，都係情緒。舉個例子，學生哥要交功課，俾老細催嗰份計劃書又就快到期，交唔切，但係又逼住你，咁點呢？咁你就會好緊張，好唔開心，仲會心跳加速添。呢啲呢，就係壓力啦，壓力就喺呢個時候出現咗啦。而你嗰種唔開心就係情緒，所以唔好一概而論，將所有嘅唔舒服嘅感覺都當做係壓力。有時候呢，只係情緒唔係好穩定嘅啫。休息一下，講下笑，聽下音樂，聽下純音樂，其實已經可以幫到手。壓力其實都有分正面同埋負面，唔係所有壓力呢都係衰嘢嚟嘅。有一啲壓力可能會幫你進步，令到你更加衝勁，呢一啲就係正面嘅壓力啦。例如你要去做一個演講，你可能就會覺得好緊張，心入面就喺度諗，唔可以丟架㗎喎，要準備好佢先得。於是你就會好用心咁排版練稿，甚至揾人幫你去試講一次，最後做完出嚟嘅反應仲唔錯添，自己都覺得好滿足。又或者係你揸住一張機票，第一次一個人出國自由行，行程咧就排得密密麻麻，你又好緊張、好期待咁，但係就係因為咁咧，你就會變得更加有計劃、更加獨立。呢一種壓力唔會令到你崩潰，反而係一種推動力，推動你成長添。但係當壓力超出你可以應付嘅範圍之內，又或者係維持得太耐嘅時候，就會變成負面嘅壓力。例如你份工朝九晚九，老細仲日日咁 WhatsApp 你追 deadline，搞到做工就好似簽咗賣身契，你已經攰到個腦唔喐得，但係仲要扮冇事，長期係咁撐住嘅話呢，瞓又瞓得唔好，情緒低落，甚至乎仲會影響健康添。又或者係你屋企有長輩要照顧，小朋友又要溫書，老公呢仲要你幫佢去交稅，你又唔可以唔做喎。冇人知道你孭咗幾多壓力，但係咧，你個人已經開始失眠，好容易嬲，甚至乎諗嘢都唔清楚添。呢啲就係負面嘅壓力，佢唔係推你，而係壓住你，仲要拖住你嚟行添。Holmes and Rahe 嘅壓力指數表，佢哋係喺1967年做咗一個針對5000人以上嘅研究，根據參加者將唔同嘅事件對人生有幾大嘅改變嚟到評分。例如喪偶係100分，結婚係50分，搬屋咧就係20分。我哋從中就可以理解得到，越大嘅改變越難適應，壓力嘅指數咧就會越高。一齊諗下過去嘅一年經歷過啲乜，睇下自己嘅壓力指數幾多分。首先，壓力分數唔係一個診斷嘅工具，只係一個參考。佢哋係將一個人嘅過去一年經歷嘅所有生活事件嘅分數加埋起嚟到評估呢一個人可能出現壓力相關健康嘅問題嘅風險。假設某一個人喺1年之內就曾經試過搬屋、結婚、
轉工，甚至乎屋企嘅成員出現一啲健康嘅問題。咁大家望一望個表，搬屋就20分，結婚就50分，轉工咧就36分，屋企人有身體健康嘅問題就係44分，加埋一齊咧就150分。而將呢啲數字加埋一齊，佢就係屬於中度壓力，就係代表住出現壓力相關嘅病症，例如失眠、情緒低落、免疫力下降嘅風險就好明顯會上升啦。而呢一個壓力分數表解讀嘅標準就係150分以下，壓力水平較低，發生健康問題嘅機率亦都會較低。150分至到299分就係屬於中度壓力，有大概50% 嘅機會，未來2年呢就可能會出現健康嘅問題。去到300分以上屬於高壓力，有大概80% 機會出現壓力相關健康嘅問題。而呢一個壓力分數表唔係診斷工具，只係一個參考。由於 Holmes and Rahe 嘅壓力指數表自從喺1967年首次發表之後，本身呢一個表已經冇再更新過，一直咧就用翻當年嗰43件人生事件同埋分數咧嚟到去評估壓力。但係隨住社會嘅變化、科技嘅發達、時間嘅推移，呢一個原始版係根據1960年當時嘅美國社會咧就冇社交媒體，亦都冇網絡欺凌，冇社交壓力、資訊爆炸等等。當時嘅社會比而家簡單得多，好多而家成日見到嘅壓力來源都未包含喺呢個原表裏面，而以前嘅社會亦都唔會有呢啲事情出現。其實本身呢啲分數都會比起而家嘅社會呢有少少脫節，例如結婚係50分，但係而家可能有好多人已經唔會將結婚當為係人生嘅里程碑，而而家嘅年輕人又或者一啲內容創作者，佢哋嘅壓力嘅來源根本上呢就唔係來自於離婚、轉換新嘅工作環境嘅呢一啲層面上面，但係就因為呢個表呢比較簡單，容易啲理解，就好適合呢初學者去了解生活事件嘅影響壓力。多數就用嚟做一啲入門嘅教材，做一啲簡單嘅自評工具。喺醫學界亦都慣常用呢一個表嚟到做參考。雖然呢個表已經過時啊，但係仍然都會作為壓力研究當中某一種嘅基準。喺某一啲學術嘅研究當中，亦都會引用呢一啲舊數據，用嚟做一啲統計分析嘅時候，因為有歷史嘅基礎呢，所以呢都會重用翻佢嘅。而新嘅呢個表就透過交叉參考近年嘅研究，最新嘅期刊文章呢就有重新調整 SRRS 嘅分數，例如2024年就有重新調整婚姻、經濟變動等等呢啲咁嘅事件。另外，針對青少年嘅群體，亦都有研究開發咗青少年生活事件壓力量表，涵蓋咗例如係被欺凌、學業嘅壓力、社交嘅排斥，呢啲都係青少年成日見到嘅壓力事件。呢一個量表有助於更加準確咁評估青少年面對嘅壓力情況。呢一啲嘅壓力指數表，根據心理研究嘅趨勢，合理咁估計分數，唔係用嚟診斷疾病啊，而係幫大家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清楚自己嘅壓力來源。而喺而家嘅日常生活當中，成日被忽略嘅壓力來源呢，通常就可能係同人分開啦，屋企又或者朋友嘅移民，又或者係退休之後，原本每一日嘅生活節奏突然之間就冇咗，成個人就好似失去咗重心咁，又或者係太耐冇放假等等。有啲事情可能都唔係一件大件事，但係長期累積落嚟呢，就會覺得好辛苦，造成一啲無形嘅壓力，分分鐘就可能會令到我哋有失眠啦、爆暗瘡啦，甚至乎會令到我哋成日都嘻嘻嗨嗨。而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啲好輕鬆嘅方法，就係度過呢啲咁嘅難關。例如揾信任得過嘅好朋友傾下偈，但係聽嗰個呢，就一定要係一個好用心嘅聆聽者，唔好隨便去俾意見，唔好做一個審判官。咁另外一方就會講起上嚟都會覺得舒服啲，亦都覺得自在啲。又或者係做一啲運動、禪修，俾自己個心多啲靜落嚟。而我覺得作息有規律呢，都真係幾重要。但係幾多點瞓，又或者瞓幾多個鐘頭，都係好睇個人嘅體質同埋習慣。而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例如行下山、望下唔同嘅靚景、寫下日記，再唔啱呢，咪寫完出嚟之後撕爛佢咯。
呢一啲都可以幫我哋舒緩壓力。有時候我哋唔需要成日都 look 住某啲壓力嘅來源，越諗咧，其實只會越煩，越煩咧，亦都只會越攰。其實係唔需要一下子咧就解決晒所有嘅問題，可以試下轉移焦點，踩下個剎掣，俾自己咧有一個 break。可以試下深呼吸，吸氣4秒，停一停，呼氣亦都4秒，唔使太過誇張，3次已經可以幫你 reset 一下個腦。又或者係聽下自己好中意嘅歌，行一個圈，飲杯暖水，搓搓手指，或者摸下隻貓。呢一啲咧唔係逃避，而係幫你揾翻個節奏。唔好俾壓力咧牽住你去走。你可以同自己講，唔緊要噶，我知道自己好緊張，而家我俾個空間俾自己慢慢嚟。有時呢啲簡單嘅方法咧，反而先至係最實際噶。呢一個壓力指數表就好似溫度計咁，只不過係量度下你有幾熱，但唔係話俾你聽你點樣去退燒。重點係你識唔識得睇完之後點樣去幫自己降溫。我想講嘅唔只係分數，而係分數背後嗰個人。有時候我哋以為痛苦係身體先至會有嘅，但係其實心嘅痛、失落感、孤單、無力都係一種健康嘅指標。若然你今日經歷緊嘅嘢，都可能只係榜上面嘅20分、35分，但你就覺得好痛。呢一啲確確實實係你自己經歷緊嘅嘢，冇人能夠否定。你唔需要同人哋比，亦都唔需要覺得自己唔應該咁難過。而我更加想你記住嘅係，有啲分數聽落去好似好高，但係都唔代表咧你過唔到。你唔係一個人去經歷，痛苦咧係可以過去，壓力咧亦都會減退，而你有能力去撐過。即使而家係覺得行唔到，但係慢慢一步一步嚟，你就已經係好叻噶啦。你嘅身體需要健康，但係你嘅心咧都值得好好咁照顧。用呢一個表唔係諗住嚇親我哋自己，而係提醒你，你嘅情緒係值得被理解，你嘅經歷咧亦都係值得被尊重。多啲俾鼓勵自己，拍一拍自己嘅膊頭，話俾自己聽，你已經過咗關啦。過去幾一年，你哋又有啲咩經歷呢？你哋又有幾多分呢？不如你留言話俾我聽啊！大家好，我係阿 A，記住要好似我生下姐咁講，同人生下講下，生晒出嚟就會舒服啲噶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麻煩大家俾個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Thank you，拜拜。